大洋泰網絡數碼批發，祝大家馬年大賺，萬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係深圳華強北華強2店3樓 Q3C106，專門做緊網絡商品嘅。我同大家介紹隻 TP-Link 最新嘅 WiFi 測路遊戲。有線係2500，可以上到2500嘅寬頻 ，WiFi 係6400，帶埋 Max 功能。呢隻信號好好嘅，可以過到4磅千重嘅。我1000 Mbps 嘅寬頻，過咗4磅千重，試咗仲行到700幾800嘅速度嘅。佢係5G 嘅速度，可以行到 4K 嘅。2.4 都係 WiFi 6嘅，可以兼容可以用到 WiFi 7、WiFi 6、WiFi 5、WiFi 4，全部都用到嘅。呢隻帶埋 Max 嘅，如果一隻唔夠，可以2隻、3隻 Max 一齊嘅。如果喺我呢度購買，你可以同你做好晒，你可以攞去香港其他國家插埋線就即刻用到嘅。